今仔日国际教育专题行入世界的边界，咱要继续对 NGO 团体完善呼唤，来关心菲律宾哈尼哥岛。伫这个岛上有超过3成囡仔营养不良，所以因透过甲当地社会企业合作，为当地国校来提供营养午餐的计划，对囡仔的健康是有正大的改善。伫小到当地有真侪囡仔拢有营养不良甲卫生的问题，伫这个学校的学生嘛是同款。去年开始，完善呼唤，参当地基金会合作，提供学校的中昼顿，嘛找人帮因上课，希望大家了解洗手甲卫生的关系，减少大家破病的风险。What is all in together? We have veggies, we have chicken. Yes. 完善呼唤提供经费，合作组织可能个庇护负责煮和运送，也因为当地饮食条件无够十全，送餐人员也会教学生囡仔食物的知识，累积囡仔营养观念。Kung saan nakalagay kung go, grow, or glow ba ang inyong mga gulay at... This is really a blessing for us considering that hundreds of schools here in Siargao, we are the only one being the pilot of this implementation. 完善呼唤也伫咧午餐计划当中，针对 COVID-19 疫情流行，加入新的卫教课程，建立囡仔平常时的卫生观念，降低因破病机会。We taught the kids how to do proper hygiene, proper personal hygiene, and healthy good habits inside the school. They are grouped in, yeah, you can give them. 根据着圣马蒂奥小学的统计，学基础全校61位学生当中，有22个学生上过产。经过一学期的营养午餐计划，上过产的学生目前只剩2个，这效果真明显，也互完善呼唤，希望会当和国家这组织也佮学校合作，除了互学生会当食饱，也会当兼顾着因的健康。记者洪兆成、黄文良伫菲律宾哈尼古岛采访报道。